现在在洛杉矶的太平洋棕榈饭店的泳池，跟一芬老师在游泳，然后新霞姐来打个招呼，嗨，还有金秀，好，一芬老师在哪里？在哪里？哦，来了，还有4位，两对外国朋友。好，不知道看得到吗？好，不管了，就这样，很舒服哎。现在几点了？10分了，可以起来了。好了，我们要起来了，拜拜。看到了吗？这是外国的月亮，他们的夜景。Hello， 我现在在洛杉矶的太平洋棕榈饭店的泳池，跟一芬老师在游泳，然后新霞姐来打个招呼，嗨，还有金秀，好，一芬老师在哪里？在哪里？哦，来了，还有4位，两对外国朋友。好，不知道看得到吗？好，不管了，就这样，很舒服哎。现在几点了？10分了，可以起来了。好了，我们要起来了。到下面，那个小命就没了啊！很多人，尤其那边来的有很多人，好多人跳舞。
卖的东西都是中国大陆来的蛮便宜的很多是便宜的。OK， 28度，可是现在拉斯维加斯的温度，现在的温度是38度所以明仔不是热，是真热啦所以明仔要穿的清凉一点，清凉一点，所以清凉一点对，就是没办法了，这个全世界很可怜这个地球。太阳越来越热，我们也挡不住那个没办法了，就越来越热台湾以前我也结婚古早，阮阿嬷迄种提行黑人不如意那个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在不需要。我们小小的一个 Chinatown 中国城，那早期没有台湾城的话，还是要跑来这边养茶啦，喝个茶啦等等。那他们这边讲的话都是讲广东话，讲广东话的老华侨留在这边很辛苦的一辈子回也回不去了，就留在这里了那么。好，你看看可以吗？谢谢。这样。夫妻们，爸爸节快乐！也祝福花莲客家合唱团在美国演出的姐妹们，大家每天都非常的开心。看到我们美丽的姐妹了呢，看大家都在拍什么呢？拍日出啊！日出，有看到蟑螂吗？看到了，好美哦！没吃也看到了，很过瘾哦。你看我们4间只我们这间有蛋黄看，而且是咸蛋黄。嘿，对。美国洛杉矶，现在美国洛杉矶时间是2017年8月8号早上6点。这是我们住的太平洋棕榈饭店阳台外面拍的日出，很美吗？祝福我亲爱的朋友，还有所有我认识的男生爸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哦，好漂亮！我们带相机来。也祝福我们花莲客家合唱团的姐妹们，美国之行后面的几天，一样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耶耶！哎呀，暗暗了，好，有了，亮了，早安，爱你啊。OK。真的非常的 lucky， 可以拍到这么美的日出。因为那个带团的导游
很可怜呢，还要拿那个电击棒啊！我说你是被抬狼哟，哟，有时候碰到那个他就是真的抢要这样一，我讲啊嘞，真的是哦，那没办法啦，这个，所以法国现在也很惨嘛。Anyway， 所以那个护照后来那个就救不到，你的护照如果丢的话，你是很麻烦的哦，你。他回来的时候，这个还是这个真的没有跳上车回来。可是拉得太长，不用，因为他会送你去你的位置。绕去，事实上，刘家很爱赌啊，这个人赌了很多钱的。他在凯撒宫，听说前面2根柱子是他贡献的啊。因为我们有认识，我很多朋友呢，他也是在这边做事的啊。那我们911恐攻以后啊，已经快20年了啊，10几年啊，很多人没工作，那就到这边来做工啊，所以呢，知道有一些内部消息啦，像林青霞。她的老公就有小三在上海帮她生了一个男的，是真的。那她60岁的时候心情不好，她跟我同年嘛，她到这个百乐宫，那个人家讲说她是邻家的女孩，就是也是很节俭的，也是很那个，她可能心情不好，那一个晚上可以输100-200万的美金啊，所以这个内部消息啦，我给你们听听就好。那刚刚我没有看一个那个摩天轮嘛，它不是最大，可是它是高啊，那个晚上在那边30分钟35块钱可以看到整个拉斯维加斯的夜景。那现在外面的温度很高哦，37度而已哦，33.7度啦，哦。可是这种热不像我们台湾那种湿热，这里是很干热啊，所以。一家要保养皮肤没啥简单呐，就是那你现在看到了每一家都是赌场，走到哪里赌到哪里走到哪里赌到哪里。那我朋友说，伊拢暗时在出来买菜啦，到晚上的时候才出来supermarket 买东西，因为白天太热。那你这边要跟朋友约吃饭也很难的，因为它是3班制的他的白天可能你要约中饭晚饭就是不太一定。伊讲，伊去买一罐牛奶，讲250块啦，美金250。哦，那你怎么买的啦？哈，伊讲他自己知道自己赌性坚强，也不敢再刷卡，他是带100块现金。伊讲本入去想要算就甲小算一下，因为超级市场也是可以赌的。结果一入去讲，左手边那个机器在呼唤着我，呼唤着我，伊就安尼点落去，打一把，就100块就无去啊。
伊都唔甘愿了，牛奶也没买，就开着车又回家。回家祭拜呢，不多不少，又拿了150块哦。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个性嘛，哈、那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讲说，祭拜还看聪明诶，请你不会鼓你啦。那牛奶就先买了哦，他说放在他的两脚之间哦，哇，就开始拼命啊，赢回来又输回去啊，来来去去，又把150块给输掉，还好那个牛奶在。啊，可是呢，因为夹在他。不然打了多久了？可能牛奶把伯公夹新鲜的哈，结果他就去找那个 manager， 找那个经理，然后让阿姨把一个故事告诉他。结果那个 manager 还不错，那个经理还给他一个新的，给他一个新的这个牛奶，所以那个牛奶是250块。所以在这里啊，你要赌你就不能在这边生存了啊。那要不然你要不然你就是变成住在别地方来这边度假，这样还 OK 的啊。哇，这个是假天空哦，这是假天空，这不是真的，这是室内。这个是威尼斯影城的人造天空，哇，看起来真的好像真的天空一样。好多好多人。划船的厉害。出来了，船出来了。我们中午就可以吃一堆东西了，可是老外他宁可省时间，他宁可去。所以目前的他的自助餐最好的是这个凯撒宫。那 Bellagio 它也有这个自助餐，它的价位大概30几块吧，反正你东西都要加一加就是。那我们家在哪里？我们家在左手边，百乐宫的旁边，大都会，Cosmopolitan 过去 area， 再过去就是我们家了，就是那个 Monte Carlo， 所以我们的位置也是相当好的。我们是在豪宅区，对，我们邻居也是都很好的，我们邻居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条街啊，我们现在在看的左手边那个要赚钱也很辛苦，那么热，他要穿那么多衣服啊。可是呢，他就是要怎么样赚小费嘛。像我们刚刚在那边，不晓得有没有用电风扇哦？真的，可以热死耶！真的经营热死，探这经营刚好几年。好，所以他是欢迎你跟他照相，然后你1块2块给他，是这样子。那我今天有看到，我今天很开心的，我已经很久人。
水舞啊，水舞。לא לעשות לי ככה לפעמים. זה המופע? כן. המופע לראות פנים. לא רצית לגעת בענן? לא, תחבק לי כבוד כמו זה מים. כן, אבל לא לפרוק לפנים. מים? כן. אתה לא זז. אתה לא זז. אבל למה זה קשה לי? תעלה אותו קצת. בלי מוזיקה? כן, יש לי.跳舞的。 האמת שלא רוצה לראות את זה מהרחוב. בסדר, נכון? זה קצת מסוכן. בכלל לא מסוכן. אני רוצה לראות מכאן. אני לא מסוכן. למה? אז אני אחזיק. לא, זה לא מסוכן מדי. בכלל לא מסוכן. זה זה לא היה מסוכן בכלל. זה לא היה מסוכן בכלל. צריכים מוזיקה יותר בכל רם. הלילה זה הרבה יותר. אתה רואים קשת. גם כשיש מים ויש שמש רואים קשת. המים נשברות. איפה הן נשברות? במים. למה? ככה זה פיזיקה.